哈哈，要记录一下这个椅子啊，就是我们的朋友自己做咯，厉害哦！哇，你看手工多漂亮，很重耶，这个木头很厉害。就是他特別送給我們，因為我哋新屋入伙嚇，咁上個禮拜嚟食飯嘅時候帶咗呢張凳，咁好配合我哋屋企，因為我哋係中意木頭嘅家私，咁我哋又係簡約風咁啦，中意啲簡單嘅嘢咁樣，咁但係呢個簡單不簡單，哇很重誒，然後剛好因為我之前想要買一個，我先放下，對，放下就對了，很重，之前想買一張就係咁高嘅凳，咁有陣時就係可以即係攞啲高啲嘅嘢咁樣，係啊，咁剛好啊，就所以天公安排。然後重點來咯，這個椅子可以這樣子放嘛，然後也可以這樣子，這樣子就可以高一點，然後就很穩的。因為它的木是很好的木，所以我真的很感謝它，感謝，還是感謝，感恩啊！